台南市美食之都，不管是有店面的餐厅，还是巷仔内美食，拢使人按赞的店家。其中藏伫传统市场内，有真侪料想未到的好味，等待你来品尝。所以今年配合台南400博览会，市场处就推出一本《台南好食市》。这次的一个台南好食市里面，一共收录了西南跟西北有30家的这些美食名摊。除了这些美食名摊之外呢，我们今天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我们也选出了20家已经在我们的市场已经传承了2代3代，都超过70年以上历史的这个名摊我们今天也会来请市长来跟他们做个颁奖。我想这个对我们整个台南市跟摊商都特别具有意义啦台南好食市的新册发表会中，随着优雅的场地演奏声中，由市长以颁发予30位职人代表，其中有60档的老店，毛传承2-3代好滋味。透过册中的小故事，要来传领观众亲自体验经典的传统小食。所谓大隐隐于市，隐藏在菜市场里面的隐藏版，我相信值得大家。透过这本书的介绍，让更多的好朋友能知道。有时候来台南逛逛菜市场，真的是有很多意想不到的收获。新册当中，都有一稳重版的店家，伫114年4月进前，摕新册介绍到指定的店家消费，要有相关的优惠，欢迎大家做回来享受。台南新闻古文集采访报道。